爸爸別生氣了，他只是普通朋友。你呷醋啊？絕對沒問題，放心。訂個台油啊！出工資。出糧啦！我條件比你還差，怎麼幫你？你乞衣兜入邊攞飯食啊？收入沒變，花費多了，真係滾水淥豬腸啊！你已經做了一整天了。正一糯米屎忽，長時間的電話通話，煲電話粥啊，難以抉擇。真係手板係肉，手背又係肉啊！其實我學粵語啊，就是為了開車去廣東玩。說到車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車上買了台比亞迪漢，只花了9萬多。現在新車掉價壞，上瓜子買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億補貼活動，5萬多就能買奔馳、寶馬、比亞迪。瓜子每台車都經過官方專業檢測，可以試開3天。要是有舊車，還能放瓜子上拍賣。買賣二手車啊，上瓜子就對了。見一個愛一個，花心大蘿蔔，徒勞無功，沒有結果。煲冇米粥啊，冇料到嘅。站着說話不腰疼，你唔當家唔知柴米貴啊！已經沒有什麼能失去的了。風吹嘅雞蛋殼，財生嘅人安樂，指桑罵槐，自冬瓜話葫蘆。